Hello，姐姐早晨。Hello，早晨。你叫咩名？你叫咩名啊我叫啲阿啲人啲。 ？OK，點解？你幾多歲啊？而家我今年21歲。21歲。你有冇兄弟姊妹啊？我有一個家姐24歲。哦，咁你想嚟香港做嘢幾多年啊？ 8年小姐。嗯哼，你之前照顧過啲乜嘢人啊？喺印尼工作。我以前做嘢喺美國3年，照顧2個小朋友，3歲同7歲同6隻大狗。嗯哼，6隻大狗。最鬆咁自己部嘅。哦，OK，咁你中唔中意貓啊？我中意小姐。你自己有冇養貓啊？我有你屋企有養幾多隻貓啊？ 2隻小姐。你有兩隻貓。OK，好。咁如果要同僱主嘅小姐女女啦share room 可唔可以啊？冇問題，可以小姐。好啊。咁你嚟香港咧要煮中國餸喎，你識唔識煮啊？我識做小姐。你煮啲咩餸啊？蒸魚、苦瓜、炒蛋、蒸矮瓜、炒菜、咖喱雞、炆冬菇。炆冬菇。我仲炆排骨識唔識啊？我識小姐。你識唔識洗車啊？我識小姐。OK，好。咁你中唔中意照顧小朋友啊？老人家啊？我中意小姐。我中意小姐。OK，好。如果要同老人家換片嗰啲，又識唔識啊？我識小姐。OK，好。好啊。咁如果咧僱主咧冇公眾假冇星期日放假，有陣時要放平日或者星期六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但冇問題，小姐。OK，好。咁好啊，我哋試下幫你揾僱主啊，唔該晒。係小姐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